你叫做咩名？我叫Suratami。今年幾多歲啊？我45歲。咁啊，結咗婚未？結咗婚。咁啊，自己有冇小朋友？有，我有2個仔，大仔係27歲，細仔係24歲。好。咁你之前喺邊度做嘢啊？之前喺馬來西亞同新加坡做嘢。咁啊嗱，逐個嚟啊。馬來西亞嗰度做咗幾多年啊？做到係5年。咁馬來西亞嗰度咧係做乜嘢嘅？清潔屋企、煮餸、買餸、洗衫。好。咁啊，跟住新加坡咧，新加坡嗰度做咗幾多年5年。係咪一個老闆啊？係一個老闆。咁係做啲乜嘢啊？喺新加坡？新加坡係有清潔屋企、買餸、煮餸，即係都係做家務。仲有一個狗。咁啊，新加坡嗰度有幾多個人啊？3個人，我仔仔先生。OK。咁啊，好啦。咁啊，喺香港嗰度做咗幾多份工啊？做到係10年。做咗幾多個老闆啊？3個老闆。3個老闆。嗱，第一次喺邊度做嘢？喺沙田做嘢。沙田嗰度照顧咩人？喺沙田嗰度係照顧2個小朋友。跟住清潔屋企、買餸、送小朋友返學、接小朋友放學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小朋友係3歲同1歲。好。咁啊，沙田嗰度做咗幾多年？4年。好。咁啊，第二個老闆咧喺邊度做嘢啊？喺屯門。做啲乜嘢啊？清潔屋企、買餸、煮餸、洗衫。好。好。咁最後嗰個老闆咧喺邊度啊？喺屯門呢個啊？唔係，最後嗰個，第3個。粉嶺。粉嶺。咁啊，照顧咩人？小朋友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1歲。1歲。咁啊，做咗幾耐？2年。好。咁你識唔識煮餸啊？我識煮餸。識煮啲咩餸啊？煲湯、炒飯、炒麵、蒸魚、蒸排骨、蒸肉餅、炒菜、蒸好。炒番茄蛋。好。咁你食唔食豬肉？我食豬肉、豬肉，不過唔食豬肉。驚唔驚狗仔啊？我唔驚細仔狗。好。嚟香港照顧 BB 得唔得？得。照顧公公婆婆嗰啲得唔得？得。OK。好啦，唔該晒，拜拜。唔該晒，哥哥。好。